目前，咱国内公费的流感疫苗拢互注喷了，也民众发现讲，这自费疫苗有起价，就有人走到别个县市，讲遐去自费疫苗会较俗。台北市卫生局就表示讲，这自费疫苗的价销是市场机制，若准侪人要爱诊所叫入来价销，自然就变较贵啊。宜兰这间诊所外口排队的人袂少，拢是要来做自费流感疫苗，还佫有人专工为台北来的。因为台北都满啦。只有这边才有，然后想说有就赶快来打。各地公费流感疫苗差不多拢互预约了。高端疫苗厂顶一日宣布提供300支流感疫苗给民众注，一支1000块，嘛随去互预约了啊。最近一直想要打流感疫苗，然后就一直排不到，没有时间，然后好不容易就刚好有看到。自费流感疫苗即马大概是小济要注，有民众发现价销哪像小可有起。以台北市来讲，散伙费一支差不多1200块，个人数1500块，当样的差不多1400至1900。有诊所表示，因为几月厂商的库存嘛无够，甚至敢若剩适合65岁以上，内底有刺激免疫反应成分的疫苗，现在是要叫有货。烦恼这种敢若适合特定族群做的，并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使用，所以就要招有够价的人要做，才袂进货了后佫囤咧。我们现在也是在就是流感的比较后期的地方，如果真的有比较多的需求的话，我们当然是揪团大家一起来交疫苗过来，这样大家也都打得到，也不会再浪费。营养最近做流感疫苗的需求大，行政院已经决定购买10万支公费流感疫苗，疾管署当咧进行相关的程序，请各间厂商清点会当出货的量。上紧2月20开始，会当提供予幼囡仔、到65岁以上等等11类高风险的对象，会当优先来注射。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卫生局讨论这个10万剂的一个疫苗要怎么样配付到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医疗院所。因为公费流感疫苗欠货期间，自费流感疫苗价销可能会搁起。台北市卫生局讲，自费疫苗价销是市场的机制，因为疫苗是属于药材，原则上自费的价销会伫进货价销加50%以内。目前也无收到民众投诉或者是反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